Hello，歡迎光臨足球通，足球通全球二波會友。今日繼續直播世界杯，咁啊呢場8進4嘅第二場賽事咧，係以西班牙2-1絕殺比利時啦，係告終嘅。咁啊邊個絕殺咧？又係呢一位啦，美連奴啦。除咗佢揾唔到第二個噶啦，呢個咧就係福將啦，協助球隊咧喺88分鐘補射建功啦，係成功晉級。咁啊有一個咁嘅球員喺度咧，真係夫復何求，可以講係啊。咁啊，36場不敗咯，西班牙已經正式賽事啦，係保持一個好長嘅一個不敗紀錄。如果對比法國嘅話咧，法國嘅硬實力似乎更加強啲。咁但係西班牙嘅韌勁啦，同埋佢呢種即係整體嘅能力啊，同埋上落嘅轉數嘅一啲覆蓋度咧，好似同法國都可以抽下嘅。所以咧嚟緊呢個準決賽咧，將會非常之精彩。咁我哋睇下咧就呢場波一個過程啦。入波可以講啦，30分鐘咧西班牙入波先嘅，呢下咧就係右邊一撲路嘅傳中嚟嘅。咁啊奧莫啦就係一個射一個地波啦，射埋佢嘅時間啦，古圖爾斯甩手啦，喺門前大概係6碼嘅地方啦，就係呢一個殺上嚟嘅法比安雷斯咧補射咧就破網，咁啊協助西班牙啦領先1-0，諗住都好踢啦，同埋咧就穩陣啦，但唔係，去到41分鐘嘅時間咧，卡斯泰尼啦，比利時嘅右閘喺右邊傳中啦。迪基利亞利啦喺中間力壓咗古巴斯咧就頂入，呢個波咧係成為咧呢個西班牙今屆賽事第一個失波啊！咁真係咧係一個好難得，亦都係好艱難嘅入波啦。比利時喺逆境之下咧係追平咗比數嘅。咁要知道咧，其實西班牙方面咧係好長時間咧都冇失波啦，從上屆到而家650分鐘嘅紀錄啦，係喺呢一刻告破啊！去到下半場嘅時間咧，最大嘅變數係在於古圖爾斯啦，71分鐘嘅時間拉傷啦。係冇辦法堅持呢個時間咧，就換入咗啦後備嘅龍門啦，曼聯嘅拉文斯。拉文斯去到咧就係87分鐘嘅時間咧，一次咧就撲救嘅時間甩手啊！古巴斯當時嘅遠射啦，就令到咧拉文斯喺呢個時間佢想撲呢個波啦，就甩手，跟住咧就俾美連奴啦後上嘅球員啦係一個補射，射翻個咧網頂少少嘅位置啦，係射入呢個波其實都唔容易喎。首先你個嗅覺要夠靈敏啦，知道隊友射門嘅時候咧。係對方門將有可能甩手。第二咧，你埋去射嗰陣時，一個波其實都好近龍門啦，同埋隔籬有人嘅，即係要用一個比較少少嘅巧射、折射咧，先可以避過到呢一紮人啦，係令到個波入網嘅。所以咧，你唔好以為美連奴係冇射術啦，其實佢始終門前嘅補射呢一範咧，佢自己都係過硬嘅。咁所以咧就令到西班牙喺呢個時間啦2-1就領先啦，最終亦都好順利咁保持到咧就係完場啦，係球隊可以出線啦。美連奴咧上場只係得117秒咋，咁啊呢一個嘅絕殺咧就係佢貢獻噶啦，即係呢一個咁嘅後備騎兵啦，係已經好多次啦協助西班牙啦係喺關鍵時候晉級。上一場波對葡萄牙啦，又係佢。再遠啲，2年前嘅歐洲國家杯對英格蘭嘅決賽嗰場波，又係80幾分鐘，又係佢射入，係嘛？嗰次應該係彭馬嘅遠射咧，英格蘭追平比分都好艱難啊！跟住俾呢個美連奴咧就係補射咧又搞掂，即係所以咧呢個福將咧真係西班牙之寶啊！咁啊今日其實人腳上邊咧，西班牙就主要個正選啦係用咗法比安雷斯咧係頂替咗帕迪干沙利斯，咁啊踢呢個正選，其他球員咧冇變化嘅。咁其實會更加睇重咧就係防守咯，我覺得，因為法比安雷斯嘅身材啦同埋防守屬性咧輕輕係比帕迪干沙利斯咧係強啲嘅。咁但係上半場咧，其實你都見到西班牙係吸得實呢個比利時嘅防守上面啊，攔截中場啊，用波嗰個情況咧，都相對比較樂觀嘅。比利時會有啲反擊，但係唔係認真有威脅啊。咁就呢個變化咧，其實我覺得係主教練嘅一個咧，即係深思熟慮啦。咁而比利時嗰邊咧，主要咧就用翻咧就係雙保啦，呢個道古啦同埋迪布尼，佢兩個上一場波冇正選嘅，但係呢場波上翻呢兩個，最大嘅一個問題咧就係。泰利文斯喺熱身嘅時候受傷，呢個隊長咧對於比利時今年嘅行程係非常重要，無論係防守或者進攻教炮呢個關鍵時候嘅絕殺對住塞內加爾嗰場波嘅表現都係非常之好嘅。但係今日突然間傷咗啦，就被逼用范拿根呢係頂替咗佢做正選嘅位置，咁所以咧其實人腳上面嘅變化咧，比利時今日都相對有啲大嘅。咁我覺得。迪布尼同埋道古正選啦，係阿魯迪加西亞就將隊波咧係行翻去佢自己原有嗰個方向，就更加強調用波同埋控波啦。因為前兩場波對住塞內加爾嘅下半場，同埋上一場波對住美國，其實佢係放棄咗呢種踢法嘅，用更加簡練直接身體對抗同埋少少叫做防反，
嘅路數啦，同對方周旋。咁今日呢場波點解唔敢做呢？點解要用翻迪布尼同埋道古呢？咁可能係阿加西亞覺得其實時候都到啦，又或者呢兩個人都唞咗一段時間，可以有足夠嘅精力同對方喺中場方面啦玩一啲咧就即係傳遞啦同埋傳控上面嘅功架。咁但係咧，我事後覺得啦，如果用翻之前嘅嗰個踢法，可能會好啲，即係中場嘅防守用得更加多啦，反擊揸得更加準啦。魯克巴基奧嗰啲可以上嘅話，都盡量俾佢上啦，可能會更加有利於對西班牙，因為西班牙中場好強大，佢個傳控能力係更加強，所以你喺呢一方面同佢比拼嘅話咧，比利時係鬥唔過西班牙嘅。所以咧，我覺得喺個正選上面用人呢下咧，我覺得都係有啲可以即係再去商榷，不過咧就已經上咗啦，咁就上啦。咁你發覺咧，其實中場嘅對抗上面咧，其實就比利時係唔夠西班牙抽嘅，大部分時間都係俾對方吸住嘅。所以你都只能夠係反擊。反擊嘅時候咧，道古攞波嘅次數好多，但係問題道古今日喺左邊咧，佢冇乜運行喎。佢對住嗰個耶馬同佢係同一路數噶嘛，大家都係啲變向啊，突然間過人啊，跟住啲左右腳好純熟嗰啲人嚟嘅。佢搞唔掂個耶馬喎，仲要加埋個撲路又係即係喺防守上邊咧轉數好快嘅。所以道古今日咧就攞波同埋現位就好多啦，但係佢嘅作用係唔明顯嘅。所以咧，你呢個道古有一段時間佢走咗右路喎，同阿托沙特互換，托沙過嚟左邊，佢去右邊，但係換咗一段咧又走翻轉頭。咁佢踢右邊始終唔係好慣啊，踢左邊會好啲啦。但係今日面對住嗰兩個咧，佢又冇乜運行，所以咧其實今日成個排兵布陣啊，用人方面咧，我都覺得比利時好似唔係揾到最啱嘅一個即係一個方案啦。但係都好彩，41分鐘嘅時候入波，嗰個入波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黃金嘅機會啦。右邊嘅傳中簡單傳中嚟嘅，但係咧迪基利亞利攝贏咗古巴斯頂入，個波頂得好靚啊，彈地咁樣，就所以咧令到大家都始料不及。咁啊翻翻去一個平衡位咧，比利時應該更加好咧，就係可以做一啲突擊嘅防反嘅一個做法啦，咁樣。咁場面方面就輸蝕噶啦，就對方不斷咁猜波用波啦，同埋不斷咁入滲啦，希望可以威脅到你嘅大門。比利時相對所做到嘅嘢咧，都係稍為之被動嘅。下半場嘅時間咧，特別去到後段咧，比利時嘅體力下降咧都比較嚴重。佢老將多嘛，卡斯泰尼32歲，托沙特32歲，迪布尼35歲，古圖爾斯34歲，係嘛？啲老將後邊中堅嘅麥哲尼32歲，好多老將啦，變咗即係話體力方面係好難即係維繫得到嘅。咁特別就係迪布尼傷出咗之後咧，佢已經換咗3個人嗰陣時，換入咗呢個沙斯啊、韋素嗰啲。迪布尼傷出，大家要注意翻咧。當時奧迪加西亞係換入咗沙力馬基斯，沙力馬基斯咧踢呢個邊鋒嘅，踢呢個側擊嘅。迪布尼係中間嘅。咁其實當時我就覺得已經有啲怪，點解迪布尼走咗之後要換個側擊咧？你側擊已經係道古啦，係嘛？迪基利亞又喺度，盧卡古嗰陣時後上咗啦。咁你再咗個側擊嘅話，咪變咗4-2-4？4-2-4喂，大佬對方喺度控制緊局面喎。我如果係教練咧，我會換一個中場中路，喺中路更加多嘅一個防守嘅人數啦，令嗰個位置更加密集啦，對於防反會更加好啲。咁但係迪布尼傷出咗之後咧，就少咗人啦，就用咗呢個沙勒馬基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古巴斯嗰個現位嘅遠射咧，我覺得就同中路嘅防守有關啦。古巴斯當然好有膽識啦，喺一個密集嘅情況之下，佢作為一個中堅咧，佢引球出擊。去到對方嘅門前，大概大禁區前面22碼嗰個位置起腳射門，呢個咧就係你係中堅啦，冇人 mark 你嘅，你自己帶個波去上邊可以有更加多起腳機會。呢個係古巴斯叻嘅地方，但係佢入咗去嗰個位置射門咧，你亦都可以怪責比利時嘅中路防守少咗個人，係嘛？即係如果你唔係用沙勒馬基斯去頂替迪布尼嘅，你用嗰個中間球員，比如話帕拉斯啊，比如話迪雲特啊，嗰啲人嘅話咧，可能會令到件事咧更加係有利於比利時，咁但係咧就最終就俾佢射咗個咁嘅波，射完波之後拉文斯嘅撲救又甩手，可能賽後好多人鬧拉文斯啦，話佢呢個甩手啊，點解會咁樣？咁點解會發生呢個波嘅咧？首先就係啱先所講，中路少咗個屏障啦，就俾阿古巴斯起到腳。第二，拉文斯喺一個電光火石之間0.5秒嘅選擇，佢揀咗接波。佢唔係諗住副波，如果副波嘅手勢唔係咁樣嘅，副波係用力個手要將個波拍去一邊，輸個角球又好，或者飛出去核心地帶係副波嘅。
但係佢覺得嗰個信心上面咧，佢可以接住呢個波。但係呢個波咧，其實彈地一彈地咧就好難講噶啦。彈地波門將10次有5次可能都接唔住嘅，結果真係甩手，甩得少少手就俾阿美連奴咧後上補射搞掂。所以其實同拉文斯喺嗰個時間嘅嗰個反應同埋選擇有關係。佢穩陣啲應該將個波負走，咁嘅話咧可能個波咧就唔會入。咁但係你一想接波又接唔住甩手嘅話咧，個波就入啦。所以咧其實喺一個咁短嘅一個期間發生咗呢啲嘢咧，其實都係影響咗比賽嘅命脈嘅。咁啊，比利時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都非常之可惜啦。咁你見到咧，其實 X 高嘅走勢咧，去到下半場嘅中段之後咧，比利時就冇乜增長啦。西班牙呢邊咧就慢慢即係佢哋換咗人咧，人腳方面嘅質素同埋咧就係體力方面得以保持咧，佢哋有更加多嘅機會。咁只不過呢啲機會係咪黃金啊？去到最後88分鐘先有個黃金機會，咁就西班牙始終係佔住着數嗰方，節奏啊、控制啊、控波都係更加佔優。佢創造機會嘅能力咧，梗係強過你嘅，係嘛？所以西班牙你要同佢周旋咧，都係好困難嘅一件事。特別係如果你級數比佢低啲嘅話咧，佢要係一個慢波嘅踢法，佢唔係追求快嘅，佢轉換咧唔係好似法國咁啦，就係有快波絕對一定要快，佢唔係嘅，佢有時有啲快攻，但係咧好多時候佢都令到個節奏慢到嚟，跟住控住去慢慢猜波，同埋咧係要撕破一層層撕破你嘅防線，佢係咁樣做噶嘛。西班牙係咁，今日西班牙其實就阿耶馬呢個位置咧，右邊咧係好活躍嘅，咁左邊就靜啲，左邊巴爾拿同埋古居利拿嗰區咧就好少突破啦，同埋 overlap 啦，傳中都好少，所以其實今日基本上好多氣氛都係發生喺進攻路線西班牙嘅右路嘅。但係雖然氣氛多啦，但係我又覺得耶馬今日嘅效果都唔算好好啫。佢個掂波次數就好多啦，50幾，應該講緊唔係50幾啊，應該80、90次咧掂波。咁啊，更加多都係集中喺右路啦。但係你話佢成功過到人或者係射到門中到籠嗰個機會咧，又唔係太多。我始終覺得耶馬嘅狀態未到十足咯。如果你話翻到去好似上屆歐聯嘅準決賽對國米嗰啲時間咧，佢就好有威脅啦。啲射門似下下中嘅，下下區後處都中嘅，即係嗰啲時間好恐怖啊。但係耶馬而家未達到嗰個狀態水準，所以咧佢雖然掂波多、現位多，但係咧佢落底傳中又好，拐橫射大位都好啦，佢嗰個威脅未到嗰陣時嗰個層次，反而攻防兩端嘅表現更加好係撲路嗰個助攻啦、插上啦，同埋右邊嘅堅決落底啦，嗰啲會比對方更加大威脅啊！咁另外今日防線上面咧，其實西班牙受到考驗啊，因為對方嘅進攻唔係好多㗎咋，3射1中嘅，但係你見到咧，其實呢個西班牙防守上面咧，都唔係下下可以咧就限制到對手。佢哋之前嘅時間咧，可能對手比較弱啦，對於佢哋嘅防線嘅打擊就少啲啦，咁所以暫時未暴露出更加大嘅問題啦。但係嚟緊時間對法國咧，可能佢哋嘅單兵作戰能力啊，仲有一啲單對單嘅防守咧，可能會有啲問題都唔定。咁啊，基本上即下半場換人之後咧，西班牙嘅優勢更加明顯啦。入托利斯之後，有咗阿費托之後咧，西班牙係追求更加多一啲小組嘅配合，即係一啲叫做 one two 啦，仲有一啲可能創意更加濃厚嘅一啲撞牆啊，仲有一啲閃避啊、細範圍嘅一啲傳遞啊、好絲絲入扣嗰啲，佢追呢啲嘢咯。呢啲嘢有時得，有時唔得嘅，你要試噶嘛。咁佢不斷嘗試，咁就直到去到後邊嗰個入波產生咯。但係你可以感受到咧，佢換人之後咧係有啲變化嘅，同埋西班牙有能力喺一啲好短暫狹窄空間當中咧，係去扯爛對方防線。佢有呢種能力嘅，佢踢慢波噶嘛，係嘛？所以就即係始終係實力方面係有一個叫分差嘅。咁啊，古巴斯就係絕殺功臣啦，因為佢嘅遠射啊，當然失個波同佢有關啦，失個波頭錘佢頂唔住啊，迪基利亞利有關係啦。但係嗰個射門嘅絕殺個助攻咧係佢獻上嘅，所以咧今日就可以講係將功補過啦。咁另外下半段去到後段咧，力高威廉斯都出咗場嘅，佢個狀態未到好理想，不過呢個時間復出咧好重要，因為攞到啲比賽經驗啦，仲有幾日咧就會對法國，佢真正嘅表現同埋嗰個嚟緊時間嘅用處咧，應該係對法國嗰場波咧開始會有啲發揮，只要佢嘅傷係可以好得翻晒，可以喺呢幾日入邊操翻起個狀態嘅話咧，
應該佢喺左路嘅競爭力咧係好過呢個亞歷斯巴爾拿嘅。成場波咧，你睇下2.19 X 高啦對0.36，咁基本上就係唔係一個等量齊觀嘅一個級別啦。咁啊，西班牙嗰邊射門高達20次啊，好密啊，所以其實你話最尾贏波雖然驚險啲，但係比分都係合理嘅。咁另外咧，你睇下嗰個數據統計上面咧 ，big chances 咧就係西班牙就更加多咗一次。咁啊，另外full波咧，即係一啲叫滲透性嘅傳波啦，直傳啦係3次啦。咁呢個full波係西班牙嘅強項嚟嘅，好多時候都係喺好密集嘅區域，佢可以做到一啲直塞嘅呢啲妙傳啦。咁啊，揾到隊友呢啲傳遞咧係西班牙比較即係自信嘅一啲做法嚟嘅。咁另外喺對方禁區嘅掂波次數咧，入禁區係40次啦，比對方咧係4倍，所以成個形勢方面咧，西班牙都係有明顯嘅優勢。呢場2-1咧，我覺得雖然咧係個過程有啲驚險，咁啊防守上面都失咗波，但係咧西班牙晉級好明顯咧，亦都係一個合理嘅結果嚟嘅。正如今日直播嘅時候，有啲網友提到啦，係得西班牙先至可以同法國有得困下。如果你比利時出咗線對法國咧，嗰場準決賽係唔好睇嘅，係嘛？咁呢個我都同意嘅。係啊，如果想睇好波，想睇一啲真係有級數嘅代表世界最先進嘅足球能力嘅對抗嘅話咧，法國對西班牙咧係一場值得期待嘅賽事。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暫時講住咁多先啦。聽日係2場喎，聽日2場啊，大家留意翻凌晨嘅亞洲時間4.8個字咧，我哋直播啦就係英格蘭對挪威，好受關注啊。咁啊之後咧就去到早上嘅8.8咧，我哋會直播咧就係瑞士對住阿根廷。呢個都係亞洲時間啦，咁如果係美加時間咧，就係去到中午啦，中午下晝啦咁樣咯，咁大家如果係起到身睇波嘅話，又係 weekend 啦，咁所以都過嚟足球通傾下偈，咁啊一齊睇下啦，見證下到底英格蘭、阿根廷2強可唔可以咧成功咁去到咧就係4強會師啦。好啦，咁啊多謝各位朋友支持啦，同埋贊助啊，各位會員朋友，咁啊有賴你哋咧，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咁亦都多謝各位收聽啦，同埋收睇啦，咁啊記得要俾 like，同埋咧記得要訂閱啦，咁啊睇完之後咧就要訂閱啦，咁先至係可以唔會錯過我哋之後嘅一啲嘅更新嘅。好啦，咁我哋咧聽日直播時間再見。